潘振師組決賽即將開始，倒數準備。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哇！骨牌咁喎，好睇邊個走出嚟？阿波走出嚟啊！13968啊，波 Tony 阿 Sam 水啊，德仔啊！好腍嘅你隻殼，年紀大咁遠㗎啦。話晒都睇到大師組嘅係咁噶。暫時名次13965，帶頭嘅係阿波。而家綠色車黑頭咁，後面就俾阿 Tony 追住啦，白色車黑尾翼嘅，跟住車而家左下角，三車就阿水嚟嘅。阿水就係架白色車，紅色頭咁，紅色拉花嘅。哎呀，阿波有意外，俾 Tony 又埋身。四車係阿比嚟嘅，跟住德仔、阿 Sam、傑爸、Tommy Toy、阿南。咁啊，帶頭嘅而家出咗到啦，綠色車黑頭咁。有啦，年紀大淋咗，做乜嘢？佢落咗地啦。呢度扣住，呢度扣，要膠紙下。哇！波啊，預備翻呢把聲啦。直路尾右下角有車擺咗，唔該晒阿添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咁啊，賽事仲有大概2分鐘嘅啫，名次嘅就係13674，阿波 Tony、阿水、傑爸、阿比。咁啊，而家阿波頭車就中啊，綠色車黑頭九啱個聲哨先。二車就係 Tony 啊，白色車黑尾翼有少少橙色拉花嘅。三車阿水白色車，好似原裝拉花嘅紅色啊！而家跳咗左下角就阿水啦，追住阿 Tony， 同阿 Tony 爭最彎距離嘅啫。哎呀 ，Tony 撞咗埋個慢車度，但係阿水又行咗埋埲牆度。而家阿水追咗埋 Tony 車尾啦，又好似平時玩車咁啊！咁啊，賽事只係仲有2分40秒。咁啊，頭車嘅仲有阿波嘅，綠色車黑頭冚開始翻一車啦。咁啊，傑爸後面頭車度麻煩你啊，唔該你先。頭車阿波啊，綠色車黑頭冚，小心啊，直路尾啊，好似阿波避開晒一堆車。仲有5分鐘，仲有5分鐘。咁啊，2車 Tony， 3車阿水。咁啊，而家 Tony 啊追住德仔車尾，阿水同阿 Tony 爭大概2隻彎距離。哇！唔該晒德仔。咁啊，賽事到3分半鐘。咁啊，名次繼續係阿波 Tony、阿水、阿比嘅。咁啊，頭車阿波啱個聲先啦，綠色車黑頭冚，俾阿比架4車追住嘅其實。阿比啊起步之後有少少意外之後咧，就落咗後少少位置。燒住阿波嘅車尾。咁啊，時間有4分鐘啦，阿比啊過咗阿波啦。名次繼續係阿波 Tony、阿水、阿比。阿德仔板咗車啊！冇孖數救車，左手邊有車板咗，唔該晒，跟住阿心。咁啊，波個車手線頭車綠色車黑頭冚，二車就係白色車有少少橙色側翼嘅。阿 Tony 而家喺右下角出咗到啦，追住阿立。三車就阿水，白色車紅色拉間花嘅，紅頭冚，紅色拉間車頂。
話時間仲有大概3分鐘，名次繼續係阿波、Tony、阿水、傑爸上咗4車啊！而家追住阿水車尾喎，其實而家阿傑爸，阿水一個碰撞俾傑爸上咗去，依轉翻嚟名次喎，有冇得係傑爸上咗3車啊？而家名次係1376啊！但係傑爸過完阿水都冇過，俾阿 Tony 追住個車尾嘅。名次而家就係阿波、Tony、傑爸。話啦，傑爸過咗 Tony 喎。睇下先，睇下呢次翻嚟，我呢邊嘅，哦。時間仲有2分10幾秒，名次係13764。阿坡嘅又帶緊頭嘅，綠色車黑頭咁，而家得仔車尾，唔該曬得仔。2車就係 Tony 白色車，橙色側翼嘅，而家得仔後邊。唔該曬得仔 ，thank you。咁啊，3車繼續係傑爸嘅，淺藍色車有少少黃色擾流。時間仲有1分40幾秒啦。嗱，繼續頭車阿波帶緊頭啦，綠色車黑頭咁，而家條中。後邊係2車追住佢喎 ，Tony 追咗佢車尾喎，而家又同圈喎 ，Tony 又追翻去阿波車尾喎，而家又燒到佢車尾啊！仲有1分20秒，仲有1分10幾秒。呢轉翻嚟，而家變咗 Tony 頭車啦，2車係阿波，3車係傑爸。Tony 過之後咧就係咁走，係咁走啊！近喎，一個彎嘅喎。仲有1分鐘。馬聲後邊1、2車嚟緊啦，唔該曬。你打下波動要俾佢啊，佢1名添㗎。好，仲有大概40秒，係唔該曬聲。你3車皮蛋嚇，有30幾秒，咁啊繼續係 Tony 阿波皮蛋阿肥，咁啊頭車而家係 Tony 嚟嘅，白色車橙色出翼，而家直到頭出車，啱個聲打線。2車就係阿波啊，綠色車黑頭咁，而家左下角去揸翻台前邊，後面嗰架咧就3車嚟嘅傑爸，但係係1咗一嘅。最後10秒唔夠啦，繼續跑啊！繼續跑，繼續跑。哎呀，有車俾反咗啊！唔該曬馬數，繼續跑，繼續跑，衝埋雙打去。好，賽事完成。咁啊嘛 ，Tony 阿波。傑爸需要2車。